做功課，扭嚟扭去，10分鐘都坐唔定，係咪好熟口面呢？每晚陪太子讀書，真係勞心勞力。阿仔，你專心啲得唔得啊？各位家長，其實小朋友專注力不足，好多時唔係佢哋唔乖，而係大腦前額葉皮質仲發育緊，控制專注力嘅能力比較弱。加上而家環境太多引誘，手機、電視好容易就會分心。遊戲機真係好好玩啊！咁可以點算呢？其實透過有系統嘅跆拳道訓練，就可以有效咁鍛煉小朋友嘅專注力。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3個秘訣。Keep your eyes focused like this. 第一個秘訣係視覺專注。喺跆拳道訓練入面，學員需要好專心咁望住教練嘅示範，模仿每一個動作細節。呢個過程就好似幫佢哋嘅眼睛做緊對焦練習，訓練佢哋將注意力集中喺一個目標上面。第二個秘訣係聽覺專注，立正、敬禮。喺道館入面，學員需要時刻留心聽住教練嘅指令，並即時作出反應。呢種指令反應訓練可以大大提升佢哋嘅聽覺、專注力同反應速度。第3個亦係最重要嘅秘訣，就係持續專注。一套品勢有10幾個動作，學員需要記住順序，並專注咁將佢哋完整流暢咁打出嚟。呢個過程可以將專注力由幾秒鐘延長到幾分鐘，對改善做功課3分鐘熱度嘅問題非常有幫助。所以話跆拳道訓練就好似一個專為小朋友設計嘅專注力 gym。當佢哋習慣咗喺道館嘅專注，自然就會將呢種能力帶返嚟書房。大家好，我係創武跆拳道館賴教練。你哋想唔想提升你小朋友嘅專注力？如果想嘅，撳一撳下面嘅連結，盡快聯絡我哋，搵我哋免費試堂啦。我哋一齊為改善小朋友未來而努力。下次再見啦。